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萬有引力，我係阿 Ben。如果你揾緊一隻又帶得去潛水，又帶得去飲宴嘅錶，而且要求佢有足夠嘅霸氣同存在感，咁今日呢隻浪琴康卡斯絕對要留意。型號係 L3782358 一隻融合咗專業運動同奢華氣派嘅黑金雙色鋼帶款式。呢隻錶最搶眼嘅地方就係佢嘅配飾美學，黑色太陽放射紋錶盤，配上玫瑰金 PVD 塗層嘅指針、時錶同埋錶冠嘅護肩，呢種黑金組合俾人感覺係非常成熟穩重，但同時又帶有年輕嘅時尚感，加上防刮嘅黑色陶瓷錶圈，質感滿分啊！呢隻錶嘅尺寸係43mm，對於手腕比較粗壯或者中意大錶徑嘅朋友嚟講，呢一個 size 絕對滿足到你對存在感嘅需求，上手份量感十足。但因為佢嘅人體工學設計做得好，戴上手其實好貼手舒服。無論你着 T 恤定西裝，佢都會係你成個 look 嘅焦點啊！作為一隻專業嘅潛水錶，佢嘅內涵都好紮實。搭載 L888 自動上鏈機芯，提供72小時嘅動力儲存，即係3日鏈。專業功能方面，300米防水係基本嘅配置，加上旋入式嘅錶冠同底蓋，確保潛水時絕對安全啊！錶帶嘅雙色處理做得好細膩，鋼色配玫瑰金嘅 PVD， 唔會俗氣，反而帶出咗一份精緻感。總結嚟講，呢隻浪琴 L3782357係一隻非常全面嘅錶，佢滿足到你對運動功能嘅需求，同時又俾到你想要嘅奢華感同氣派。如果你想揾一隻錶係一勞永逸，咩場合都 handle 到，呢隻黑金霸主絕對係最佳嘅選擇之一。如果想親身感受佢嘅魅力，快啲落嚟 Winaway Watch 試戴。今日嘅介紹去到呢度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萬有引力。我係阿 Ben，下次見，拜拜。